动吃，来做事。哦，你看的有冇个印象吗？冇呢，完全没有印象啊。系哦，你妈妈爱吼，这些嘛系病了，人又转来了到看阿公啊，好，还是你阿太这样。我还记得吼，刚时该四合院该旁边就有一只做下吼，有一只动态的做，大摆种为主该一台路的番薯地吼，番薯啊，系番薯吼，含该你的阿姨啊，堂姐同我说，我同你啥咧是该50圈的番薯，我讲按好啊，都推要食唔多，同我啥意思？佢讲好食你是哪来食？啊，唔好食是哪去挑战去？我讲哈，啊嘛个意思啊？佢讲因为吼，因叫啥煮该台无该番薯吼，其实吼是学去饲猪屋的啊。啊，好料哦！哦，刚刚动身起呢，动身起吼。你记得这些大家怎么样摆喊你吗？我不想想起来，到底是谁帮我乱取绰号的？无啦，该这些吼，咱饲到以后啊，该飞飞啦吼，燃啦，上到安冻等一下啦。所以你大家怎么喊你杀拍肉丸，吼，喊这些你也很耍宝，好，该又来哈，在天喜都在煮水饺，喊谁 Q 是讲，嘉怡，水饺好了哦，可以来吃了这样，喊你仔细是。咚咚咚，刚去动谁啊？咚咚那夯到该天时条件是暗台都该上会些，台个小都会是刷爆。我以为那个真的可以吃哦，是吗？冻好高。今日来到聊吼，冻球唔是跳下出来聊吼。对啊。今日上会去哪道咧？我今天是完全没有做功课的，我就想说跟着你。请你带着我走。好，了解个立行吼，一听不你印象深刻。好，同意来信步了体验该田园风光。好的，那就麻烦母亲大人呢带着我走了。没问题。春天的你头发，你头发。这首是什么歌啊？这个是客家歌。你头发。你头发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向日葵？不是，你头发就是太阳光的意思。你头发，春天的你头发，你头发，起来是让茶，听得懂吗？涂个绕散发，骑着自行车，带我到处去逛一逛。热天嘅熱頭髮，熱頭髮，都是看牛花，爸爸爸爸爸。桂香姐，你好，你好，安慳啊，嘟嘟好又慳，我同阿妹嘉怡來請你了。當好你雜菇當好呢？雜菇嗬，哦，佢咧都種嘅。嗰種係演嘅柳松菇啊，你係係加司機啊，一雜油啊，你炒當好些。安樣哦，冇佢黐嘅菇是都是當好些。係啊，應該係哦，應該係。雜啊，哦，可以嗎？你哪呢？我啷講哈，你燒過油啊，變啲頭油啊。繞啊，落下去噶，哦，哎，這樣子嗎？切海，整串嗎？哎，錯，用切海燒壓下去。個咩個頭，咩你一隻頭啊咩啊，落下去咯，繞啊落下，哎，錯，你看很正哦，很厲害，很強。對呀，咱表。哦，很強啊，兩菇，真是很強。那邊好像還有其他的哎。對呀，來，我嚟看下啷個。好，哇，這個是什麼菇啊？
杏鲍菇吗？这是因个杏鲍菇，哦杏鲍菇我人讲像你当刺的油啊，皮都当香。嗯，啊，你那咧，我看。了了，慢慢看。哦，真心啊，你的。那咧，你会讲哈，攞孔油那咧滚刀油啊，然后孔油孔啊落，啊蒙是那咧切片做凉拌当好食。凉拌凉拌的哦。啊，开始香菇，哦，按豆做哈。你像你香菇油啊，你我袂看，你会有点按啪啪的一点油啊，嗯，是最刺最新鲜的，哦，哎诶，呦。了拢炸新现炸的，哦。系啊，我都想要哎。好啊。诶，你是咸甲介味很哇，哦，看你係咸到，他那孔该好不该系嘛该哈？该上咁头係你係鹿角靈芝。灵芝。我攏講，我特別人講，人因講鹿角靈芝，佢白解會死問題啊。系啊呢。啲嘅菇嘅一種啦，叫做靈芝。哦，佢系菇為種佢哦。上頭像鹿角油啊。系啊，真所以是。因講，呢人名按做鹿角靈芝啊。那有相公你像你啊上头按奇怪。你啊哈，像你按蔥蔥油嗎？嗯，你是你按挑那按剪你下半件，你剪掉咋？誒，你剪個去蔥蔥按是這樣子嗎按剪落去，按你嗎？誒，炒，哎咦，呦，誒，你是剪好咧。我看看，佢有梅，唔係梅頭。鹿角靈芝，我人講金毛梅，佢最緊張最好是你剪。哦。按用慢哦，煮嘛解煮佢哋為苦啊，你冇煮湯。當當因講鹿角靈芝賣做煮雞湯，有雞湯一條都有啊，貴鑊湯落雞肉攏糊糊。哦佢。哋係煮叉色啊，哦，我挑戰又食到差好，，你是那咧切片切好有啊，一到枸杞到風走向下滾，因為枸杞風走會甜嘅嘛，你當甜有加啲按煮，煮了心裏邊水冇當好水，哎呦，你水裡當好水。啊，那我蠻需要的。好。感謝苦嘅人，乃地來喊，培養我先，苦啊！我喊喊看。對身體當好。你是喊人，幾隻喊落去，一下會苦果啊，你知道去陪聽。冇當苦啦，人幾張在食啲苦，後生人還是唔得。我吃不了苦，不會啊，不會很苦，不會凍苦啊不會凍苦。真是對身體當好。含着就好了嘛。嗯，錯，喊人。你知喊人，唔會啊。一下會浮出來，但是你浮出來些有啊，固體的冇粉來配體有啊，你會轉甘甜到。哎呦，哎，好特別哦，我第一擺烤鴨東西啊，冇腐的你是配體，又回甘，對身體當好。哎，哎呦，凍好了東西。你也有煮雞湯做得啦，是用對嘅30皮啦，哦，哎冇呦，用按倒啊，佢嘅30皮嘅斤狀是袂到雞湯啲袂煮啦。炒菜你冇好啦。貴下一落去哦，開始貴鑊腐是唔得啦，哎呦大上面嘅東西。真是的。係呀。哎呦，那老板娘，我好像需要多采一點那個柳松骨哎，可以嗎？嗰當我說，真的嗎你過嚟摘啊，嘿，過嚟摘。哦你按你係小骨，按用打開咧夾年有啊，夾年咧佢按焦焦啊㗎，嗯，你是咋個摘的？你咪當台包。夾着它，哎夾着它，然後搖一搖。兩尾炸。是挑足年按焦焦啊，真好，咩最好當醬哦。這個好大哦，好大朵。嗰啲雞尾油啊，嗰餐雜仔啦。哎，有嘞。你的好小哦。哇，塞了好多，哇，這個大豐收哎，今天。哇，按豆菜呢？你嘅咁嘅炸香菇啊，哇，炸嘅綜合菇有杏鮑菇、香菇啦、秀珍咁埋黑糖鮑魚滾起先。哦，試試看。杏鮑菇寫小心哦，啲咪都喺湯汁哦，會燒啊哈。哦。有素啦哈。好好吃，真是有汁哎，有汁。很脆哎。而且老板娘，这个皮是不是跟外面一般炸的那个皮用的是不太一样？冇窮講，因愛梅嘅自家挑出來嘅，呢條產鹽嗰個粉喺度自家挑嘅啊。啊，唔係講當到粉度面，但只款炸出來款到菇啊。嗯，好，可以吃到菇的原味，係，对，當甜啊。好吃，吃起来很爽口，係啊很。清脆。嗯，哎，好咸呢。好，誒你家下炸嘅，哦有松菇、有松菇炒肉絲，係唔似些。哦，當有松菇好，炒肉絲，炒肉丝。哦，你要看它菜，
系啊，柳松菇本身其实是都冻菜，真的呀。俺看是都有甜嘛哈。嘿，冻甜。我提一摆是料中还久诶，这口感啊，到一半，那它先嘛甲香菇，佮到全冇碰浪。这菇嘅层次冻好啊，口感嘛层次冻好啊。有烫得上吗？咔哧咔哧。有啊，我有听到。看有没有？很脆哎。哦，这个好吃哎。好。好。雞係香菇，喺我邊嘅係菜雞香菇，謝謝。誒，你加下炸嘅啊？我挑戰炸嘅。你挑戰炸嘅嘅香菇。嘛係哦，起碼要咔哧咔哧哦。係啊，凍甜啊。凍甜，幾種食，是菇啊。对，我小时候超级讨厌。我看了個店啊，當到個半樣人在賣菇啊，佢講叫我不看來啊，啊老公出唔是菇啊，是幾十天，結果賣又好轉移天意有來呢啊，我講你咪講你自己是安排，叫我做幫人煮好呢，我來見幾落家來講，叫我去家裡農場買，你試試，家來試到1口12口呢，講是常常叫媽媽凍好時，你聽講10個買，是貴不看人就凍好時啦，新鮮的。然後恩葉黃金華菇煎卵，菇煎卵哦，哎，菇煎蛋，它這個是把它切的比較小塊，菇切成恩葉葱花咯，啊卵打落去啊，一點點這種煎卵用嚟煎。我就我看，我老公會用cái金針菇有嗎？佢啲多糖體是金針菇的5倍。哦，它是好消化的。对啊，那冻好消化，金針有好啊。金針菇就是明天見。對啦，對，金針菇就是明天見。哎，你哋鹿角靈芝竹尾，鹿角靈芝茶，多少甘甜。很好喝。哎，也是都對你當哦，漢西按了保養身體。它這個喝起來不會苦哎。因為我會紅棗了枸杞啊，哦，紅棗枸杞係甜的啊，挑選家樣，我到了全冇會湯，無論你看我到了都菜油啊嗬，我到咪冇一味素，真是就甜甜，但我冇一味素哦，我專門做養生的。安尼，安講懵啲啊，凍好咧，當然我袂送飯油啊，是個外食啊。是咯，專門是咯身體是舊是身體唔好，所以你既然係菇暗號嘅東西，你就做養生啊。哦，凍好，係啊，今日食到凍，食到暗號嘅料理，如啉到暗號嘅飲料，增強免疫力，好，很好。老闆娘，那等一下我們就拿剛剛採的香菇，等一下準備去做料理嘍。好啊，兩盤貴下送你，謝謝。你主動我是來料理，辛苦你，太大朵了，太大了，好漂亮。手超级快的。5歲時烤嘞。5歲哦。對，我5歲就開始手藝了。有慢講你下你就能烤好冇關係。係以前用烤愛阿婆是打愛的。哈？要是移動的就那一顆。哦。那我們第3天開始還要幫他按摩，就對。還要幫他按摩，感覺你家的日子過得比我還爽。對，我們家日子真的過得比我們還要好。動之來做事。哇，嘉颖看，到台北一定看唔到，那麼棒的田園風光。哇，真的很像很久沒有出來玩了，尤其是跟你一起。係啊，尤其是我出社會工作之後，我們也比較少相處的機會。哎，媽媽，你記不記得有一次我沒有休假，我很久沒有回來台北了，然後我有一年特地就是訂了高鐵票，然後為了就是要回來嚇你。你是為了要回來嚇我？對呀，你是不是被我嚇哭了？我其實不是被你嚇哭，我那個叫驚喜的眼淚，因為我們從小到大沒有分開過這麼久嘛。對啊，我第一動辛苦啦，動土地啦，按該東西都高興，該工作吼，這些動辛苦，你的辛苦我都看在眼裡。所以呢，根本都好，你就喊，我就喊，安尼，我是圖你都信不了。我你倆還有去哪？安尼了哈，信不了下個多係個去台出的時節，我等下圖你咧，看個去走日光浴4隻哦，哈哦，走日光浴，哇，那個盛況空前，好，很棒的一個景色。
那我们赶快去吧。好。你好，你好，奕成老板呀。哎，哦，老板好。你按倒去了，了哈，抬出的时间哎，哈。了下抬出来谢谢。哦，安你了都爱做哈。哎，了下就该烤皮、烤皮，熟皮啊，嘿。应该啥都让你学烤皮哦好啊，好啊。哎，你以前哈，大家会用做唔得烤腿嘛哈？我们在烤团，哎哇，好厉害哦！啊，这个真的是技术啦。那5岁时烤的。 5岁哦。对我5岁就开始手皮了。有慢讲了下，你就用烤好冇关系。嘿，以前用烤爱阿婆是当爱的。啊？因为你烤机的时阵，你可能伊一皮烤体去受伤嘞啦。哦。从爱挑战用烤100天。它不会受伤。哎呦。按从一了下用烤是。 它断掉的话就会有伤痕，所以你会重复到这样。哦，懂意思了。那我已经给他受伤很多次了，怎么办？了下，那你要被阿婆打了。了下，其实因为有机器的辅助是好唔讲。哦，那可能就该机器当动家的哈。哎。手工的东西就是这样，要花很多时间。上面这边应该不用削吧？上半面哎，上面等下。哦，对，要这样。哦，好，聊到马小，这边也是要小。应该承认聊到毛小的。我要小心一点，不要让它受伤了。好难哦，好难，这是很考验啦。好的。好，考验我的耐心哎。我为什么看他削得好顺哦？因为俺5岁就开始。对呀，熟能生巧。对，也处理好人个熟皮啊，嘿，俺熟好，你等下那去送去做SPA，做SPA，做SPA，哎，哇，柿子哦，做SPA呢？你有只烤箱来放去咯。你也去咱动态嘞吼，你是做观光，那又有导览员啊，嘿，你俩去到范围又几台咯？甲天沙商场都2公顷多啦。2公顷哦，2公顷呢？因为你可能看得到是一些部分，哈，都山东当然有，哦，果园在上面。对，那在山顶还有你们没有看到的地方。是哦，那山顶是种什么？一样都是。哦。你两片一地，韩国其实还有只地方没还有地，你总共差不多有600人冲的去。哇！我刚刚经过还有看到那个前面有一个3合院，那个是你们住的地方吗？嘿，嘿，了下你带就该。哦，真的哦。它叫河东堂。河东堂。我们的客家人的那个堂号，就是姓氏。对，我姓吕，所以我们河东就是姓吕。哦，哎呦，哦，河东是姓吕哦，那姓吴会是什么？吴我就比较没有。哦，我比较知道就是我们对面也有一间，那个就是我好朋友，他们姓邓，叫做南洋。南洋哦。对，南洋。哦。对。不会还是什么你国小同学之类的？也是算青梅竹马。青梅竹马，这边应该到处都是青梅竹马。体育运动都种哦。你做起比较有3种啊。3种，了下你可能是那种牛心去，牛心式，因为按牛心，因为了下顺水家去台下上另外安排。哦，像苹果那么大都有哈，因为去渐成因。牛的性从容哦，台湾的牛皮，所以它叫牛心式。哦，它的口感很有嘛？佢做出来好软，好软。不过佢牛好多嘛，好太地，按食起啊，按种是食起，按你本地的，还是好水汁。好水汁。咁一條是冇嘅。哦。又看水汁嘅。上條是食起啊。食起。哦，要看好水汁。哦，按水汁。哦。越好食。差很多。因為佢你基本上還是會好水種啦，好水種哈。因為按照食起啊，因為佢好質量佢好硬，能源可能。哦，真是咧。
就像石头一样。嘿，因为你好扎实啦，啊，比较扎实。所以你走出来时好 Q。嘿，安俩是笔记，好俩要学一下。啊，笔试，俩是笔试。好可爱哦，长得。这个比较小颗哈，因为佢水果芒豆，佢係11月。哦，它的收成是。佢係水果到11月，佢就會好大隻哈。也簡單咁講，就是從應該大睇佢嘅毛筆油啊，挑油啊，是按照筆試。哦，可愛，哪一種比較好吃？你問我，當然全部好食啦。呢個買冇啦，是從來講嘅口感啊哈，牛筋是軟嘛，它食起是好 Q， 它鼻起是山中地北最甜嘅。哦。產到咧，嚇，按你下你做啲18，好，來去做18了，來狂去18有伴奏。哇！老板太厉害了，你看这个这么重，哇，好壮观哦，真的很壮观呢。接下来我们是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帮它翻面。翻面，翻面，怎样翻呢？来，我们其实就仔细看，是不是有痕迹？对。哦，对，这痕迹如果我们不去移动它，它会烤不到也晒不到，就会发霉了。所以我们怎么做？很简单，就把它转一点点方向就可以了。转一点点方向，转一点点方向。对。所以每一个然后给它转一点。你拿一颗都会有感觉粘住，对不对？对。对，有一点点。那就表示那个我们要去移动的就是那一颗。哦，这个转到了没？应该转了吧？你看这是前2天，对，那我们第3天开始还要帮它按摩就对了。还要帮它按摩？还要按摩？对。所以我家的柿饼哈，你看有日光浴嘛？日光浴。对，然后烤箱。第3天是马杀鸡。哦，马杀鸡？就是按摩。按摩。对。感觉你家的柿子过得比我还爽。对，我们家柿子真的过得比我们还要好。好，这是我们的动作哈。好，那大概要维持7到9天。7到9天，还要维持7到9天。就每天烤，每天晒，晚上太阳下山我们就会回去烤，隔天太阳出来再晒。哇，真的很费工哎。对。哦。我们一颗当我们成品，我们一颗都要经过96道的手续。哇。那我先请你们吃，这是做好的。成品好啊，就是这种，有没有龙眼干的味道？喜欢一点点，对，这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进那个SPA里面，我们这是用木材去烤的，我们特地挑选龙眼木，很香哎，特别的味道。我喜欢吃的就是这种，对我也是，谢谢老板请我们吃柿饼，那我们多帮忙你翻几颗哈，你才不会这么累。翻完我们再来去做鸡汤。OK。二姐，你好，来请你哦。你也省偷蒜末吗？对啊，你要去切5撮啦，是吗？这个不是蒜末吗？啊，我都切2股，你看呀。好，哎呀，给它压一下。哦，它不是就已经是蒜末了吗？还要一个一个切，多麻烦，对不对？哇，你速度好快哦。头毛是唔地啦哈，姿势要满分。好。动吃，来做事。二姐，你好，来请你哦，好煮盖桶呀。哦，好，来翻呀哈。哇，啊，你也煮乜盖？你好，起饼盖桶哦。嘿，起饼盖桶哈。哦。你好，要水滚的哈。嘿。你干肉会先烫过。哦，干肉先烫过。要穿烫。你哈有看过吗？没看过。这个传统的。来，赵金郎讲该大灶，它还有烟囱哎，这2个烟有没有不一样？有，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嘿，材质看起来不一样，哪个比较漂亮？这个比较漂亮，原汁原味的。
哦，真是咯，真紧嘿，原汁原味哦。该记下楼吗？该原始的就这只。哦，所以这个是后来才装的。对啊，找不到这个的，就只好用这只。哇，差好多哈。对，韩总对保留这个蛮好的哎。这个哈，很传，这个你看这个颜色都没有，快70年了。哇，70年呢，该颜色还得很降哈。你记得用这种传统大灶，要旁边一直在烧那个柴火。对，所以要有一个人在那边一直烧柴火。小时候就是都是这样。这些锅子感觉可以煮很多人份很大。这个基本上如果一锅饭哦，50个人应该还吃得下。50个人哦，现在人吃没那么多了。如果挑白烟吼，有10家员讲的吼，该是来做唔得啦。要做咧煮，你下烟专门是完就完。对啊50人，差不多50、30的哦，差不多。哦，按要爆的。对，所以我们说叫大灶。哦，那个好大一个，锅也好大一个。对啊，我挑白细用按的台架来煮哦，你薄荷酱。这个比这个更大。那叫汉哪菜？我挑白那种电儿贴的。安尼你冲谁是多镰刀？冲谁是这边就是你的战场就对了，可以这么讲，可以这么讲。都在这样讲啦哈。所以二姐是从小到大就住在这边。对，差不多咯。差不多嘞。冇看到该风诶，血水是差不多嘞啦。哦，你系学起来，俺南白到底是家来煮，是懒人料理，柿饼鸡汤懒人料理，懒人料理，那很适合我哎。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不是会远端打给你，叫你教我做鸡汤吗？那个也是懒人料理啊，用电锅，没错，用电锅就可以搞定。哦，你爱麻烦你要水摸哦，你爱摸的。来，把它舀到那边。全部舀光吗？全部。从去按蛮容的吼。嘿啊。啊，那个故事。动作太优秀了。哦，该台，你按到铺熟呀？嘿，你要铺熟了。哇，这个这么大，你唔晓容啦。看你是第唔会做，看你是会做。我好像永远都是厨房里面多余的那个。你是唔会做啦。哇，这小时候我们也是用这种勺子。哦，是吗？对的。看你买个食材，你信吗？你起饼起干，你是我有看过。球面上冻都送那种来啪啪的叫柿霜啊。柿霜，这个叫柿干哈。哦，柿干。韩国买个。你还买个东西哈的呀？你皮多买个？品不出来呢。你吼，你的客家人来结账吗？结得热。哦，你还记得啥？嘿，记得热。真是啦。揉一揉。有呢，你闻看。真的耶。哦，有个梅头。要算结得哈，做结酱的，该结得是按个边边，哦，像那样比较好洗掉的按边边哈，冻蒜，啊，记得热。哦，哎呦，韩国嘞，韩国俩做风做海底，喊俩嘛个？当归，当归哈，当归一地时候咧，枸杞，好，喊俩黄芪哈。好，你买干肉哈，你也讲跑山鸡，你是当乡下饼，是俩蛮好饼哈。你也买个肉鸡，肉鸡干肉按用好摸按结实的哈，这些大概要先熬一下。先煮一下，哦，了解我先煮一下，煮出味。哦，哎呦啊，好来哦，人蛮好了，好，了解全部表，但是表干肉落去哈，该烧锅落去，痛啊，是不是懒人料理？真的哎，就全部一起丢下去煮。对，还有再放一个东西，哪个？好ram好ram一条那二姐这个要熬多久啊？一般的话哈，大火开以后转小火1个小时，
1个小时哦，1个小时。咱其实人都在冰俩。差不多你有起锅，改前10分钟。起锅前10分钟。哎呦哦，对。那等待的过程，我们可以先去做我们的料理了，对不对？嘿，对，好，走。哇，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料理呢？你也做嘛个菜？我要煮奶油菇菇鸡肉炖饭给你吃。哦，烫起来易好食咯。对，然后我刚刚已经先腌过了这个我们的鸡腿肉丁。对，我们是用我们的葱盐粉，然后还有黑胡椒，然后少许的盐巴，还有橄榄油。对，先腌10分钟。好，那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去采的新鲜的菇菇。对，看起来很棒。等一下我们就把它加进去。好，对，对的 ，OK。然后我们这个要用稍微先中大火让它热过。好，对。我先赶快把蒜末切一切。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想做炖饭吗？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做各式各样的炖饭。对。我先把这个蒜头米，你也切蒜头蒜末吗？对啊。你要去切5撮啦。是吗？这个不是蒜末吗？啊，我都切2股，你看呀。好，哎呀，把它压一下。哦，它不是就已经是蒜末了吗？还要一个一个切，多麻烦，对不对？哇，你速度好快哦！不愧是有在做饭的人呢。系哦，我看你切出来，动斤重呀。我很怕你把那个手切到，头毛是唔地啦哈，姿势要满分。好，接下来就加蒜末，对，你帮我稍微小拌炒一下蒜末，我们要加奶油，帮我刮一下这个奶油，弄在上面。接下来我们要切菇菇啊，切菇菇好。菇菇，你帮我切菇菇好了，很用慢切。这个头要切掉。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哇，好香哦！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年去日本？然后我那时候是刚赚到钱的时候，想要带你出国玩，说我这一趟一定要让你满载而归。结果谁知道去到日本现场，你比我还熟，你甚至连那个 JR 线下一站是什么你都知道为什么啊？你们是背着我偷偷出国很多次吗？也没有啦。该提起白吼，人爸爸同爱出家去日本啊。咱去同爱去啦。咱吼爱是教为记录，咱嘛记该差用办错。咱可能用办完差嘛，刚开始圣记，咱那啥是冇强用。看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很久之前我们上一次出去玩应该就是那个时候了，一直到现在，今天才有这个机会。真是吼，你也冇喊啊？对啊，你还冇喊，讲爱。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加高汤。高汤先放进去。火要开大一点吗？稍微，然后我们再加一点水。哎呀。腌制鸡肉的高度就可以了，这样子。等下会不会煮一煮变鸡汤啊？生平第一次你掌厨就剩米而已嘛，倒进去了吗？可以，全部下去。来，好，要来这样子慢慢的拌炒它到收汁为止。所以这样大概给哦。应该要15分钟到20分钟。对啊。好哦。那你是不是？等于就该煮饭，炖饭，还爱等下时来做爱柿子照烧鸡。好。这也是今天的那个主角。好 ，OK。我这个也快好了，我现在就是加个调味料，盐巴。先来调味一下，
刚刚已经收汁了，收汁，对，很好。那我就继续做我的啦。你照烧鸡是跟爸爸学的啦，你爸爸就教人来教过啦。照烧鸡哦，你有食过吗？没有啊，你冇食过照烧鸡哦？没有。哦，咱等下试试看，看我做的有好食吗？好啊，我突然想到，你记不记得以前小时候有一次，我是6年级的时候吗？还是什么时候？我把那个电话费打爆，打到2万多块。讲到这个，我就要捶心肝了。哎，那时候气到直接把那个电话费的账单贴在我的衣柜上，哎，那个说要警惕我。所以，我贴在你的衣柜上，是不是已经对你非常的仁慈？是吗？我觉得很丢脸哎。刚是爱按辛苦。那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那样子吗？我无法理解，因为我就觉得你那时候工作那么忙，然后我又是独生女，我在家里也很无聊，然后我就是会想要打电话给同学聊天啊，就是去疏解一下我的那种孤独感。哦，对啊，是这个原因。啊，那这个孤独感代价蛮大的。抱歉了，妈妈。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是哈。对啊，那时候我们有一次吵架，然后我不是摔门吗？你那时候有觉得说你有可能把我教坏了吗？不是，我只是觉得说我怎么教你教的这么失败，我应该不会把小孩教这么失败的啊，这样。但是因为小孩我们都知道那个时间点是有叛逆期。妈妈先吃一下。好好吃啊！我要起锅了。用白用面啊。好好吃哦，好吃吧？好，我聽我講一版，我講剛是剛講你到5篇肉啊，還後來同你一起，我們去上了一個課程，有沒有？我那時候才知道說，哦，原來你跟我的屬性這麼的不一樣。我就開始要接納你跟我是完全不一樣的小孩，所以那時候就開始改變自己。所以你看你用沙長做的篇肉錯嗎？錯哈，用1號啦。那我想要點歌。點歌？你有沒有辦法邊煎？你現在是在考我嗎？雞肉邊點歌。對，我在考你啊。師兄問伊啥物時陣要上電視，媽媽講有一日伊才帶阮做伙去。阮爹甲因講媽媽是歌星，對有那抾手甲思想機，哪有人？你看，真的不能。忘詞啦。懂吃，来做事。照烧酱好喽，好香哦！可以先关火了。等下第一哈，等下系你爸爸教我的啦。爸爸教我的。这里面有什么？有头肉啦，味淋啦，还有一点点大洗，还加点水，就这样。你要不要先帮我把它端到旁边？那我刚刚我就先把腌过的鸡肉，然后我现在先裹上一层面粉，跟刚刚切好的柿子，我现在就要来先煎这个鸡肉。这个粉是用的什么粉？中筋面粉。中筋面粉，中筋。所以弄起来会是脆皮的，还是皮是软的？而不是它主要是让它焦黄，是说让它那个鸡肉的嫩度也会比较好一点。来，跟你做的一样。就是它是可以冷锅就冷油，直接下去，冷锅冷油，有听到声音了，对，不滋不滋，不吃，这不滋。妈妈，你有办法一心二用吗？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只能专心做一件事的人，是吗？那我想要点歌，点歌，你有没有办法边煎？你现在是在考我吗？鸡肉边点歌，对，我在考你啊。我刚刚都没有考你，这样对我。好，你要点什么歌？我想要点《妈妈西瓜七》。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一起合唱喽。是，没错。
听人讲我的妈妈是歌星，囡仔时就甲阮唱哆来咪。时常问伊啥物时阵要上电视，妈妈讲有一日伊才带阮做伙去。阮爹甲因讲妈妈是歌星，对摇那抾手甲思相机，哪有人？你看，真的不能说。王子啊！哪有人需要温暖的力量甲安慰？阮愿意用歌声伴舞步，搁再唱落去。我小时候超级怕在你面前唱歌的，为什么？我就觉得压力很大啊。压力很大啊。Why？ 因为你都会嫌，也不是嫌我啦，你就会指正我说啊，你那个尾音不行，啊，你那个气不足，啊，怎么样的。我就实话实说没。所以你知道，其实那时候我在录这首歌之前，其实那时候我接到的时候，我有一点紧张跟害怕，真的，就是我很怕我会毁了这首歌。啊？对，你不知道。可是你唱的蛮好的啊。那是因为我很认真的练啊。那时候收到 demo 的时候，我大概每天吧，我每天骑车的时候我都在听 demo，然后就不然就是回到家在浴室里面自己练。我告诉你，你要跟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比你还要更紧张。为什么？因为我就很怕你丢我的脸啊！因为我就很怕你丢我的脸啊！没有，不是啊，好伤人哦！不是，好伤人哦！因为你没有进过录音室哦，我知道，第一次进录音室的人，如果第一次在录音室听到自己的声音，那其实是会很不一样的感觉。对，那我就怕你不能接受自己的声音，这样，我是很替你担心。可是也还好，后来我记得我那时候进录音室大概15分钟就录完了，其实也蛮顺利。对，蛮厉害的。你看，我要煎到两面快要焦黄，哇，有闻到香味了吗？超香的啊！对，现在就要换柿子下去了。对，柿子，也不要带太多面粉，就这样。柿子跟他们的颜色很搭哎，很搭哈。讲到这个柿子料理，我来这一生提起白走，我从来不知道这个柿子可以入菜。哦，对啊，对，第一次知道。好，差不多快可以了哈，快可以了。帮我开大火，好，收到，给它煮收汁，收干就可以了。你有没有闻到香味啦？我闻到啦。哦啊，您今天都在星空下做菜，实在是也是很特别的回忆哦。吃饭了，开动！哇，我要先来吃吃看你做的炖饭。哦，闻着都很香，刚刚有偷吃一口，不错吧？奶油味很重。这个炖饭是一定要跟迷信摸手一样，就是要有一点点那种感觉，不然就会变稀饭了。如果你的那个米太熟的话。所以你算是做成功的，真的很好吃哎，好吃哦！啊，日后走到煮饭来写哈。好啊，好，试一下你的这个柿子照烧鸡，你试试看，柿子到底加上酱油会是什么味道？如何？甜味还是在，然后因为你那个照烧酱其实也是偏甜的那种酱汁，所以其实搭在一起并不会很怪。然后柿子喜热感够了哈，它其实有点像我们用凤梨在入菜的感觉。对，好，就是本来它是甜的，对不对？可是你现在吃起来反而觉得它有点酸酸甜甜的感觉。所以我那天才发现，哎，这样煮真的还蛮好吃的。对啊，以后这道料理我就可以去跟你爸爸说了，我这道料理会煮的比你好吃。
哎，我们要来吃吃看这个鸡汤。嗯，是二姐的独家料理。对，这个鸡肉超大块的哎，他说是放山鸡嘛。有4双的柿饼，这个哦对耶，对，它是用这个煮的。因为它这样子，它这样看有点像香菇。哎，对我刚刚以为是香菇，但是因为它这个都已经它的精华，应该都在汤里，都弄进去了。二姐厉害。哇，这鸡汤真的很棒。哇，熊肉该这些哈，土米哈，更辛苦，摸钱呐，躺那些吗？尝一些。好，但是因为你也很小，那我常常都是骑摩托车，哎，我记得带着你去谈。我记得有一次是不是你带我出去，然后骑摩托车，然后我趴在那个仪表板上，然后我们被一台轿车从后面撞你，然后我就整个人飞到那个对向车道，分隔岛的对向车道，然后你那时候为了怕我受伤，为了救我，因为我滚到对车道，你应该是最怕我被车碾过吧？对。然后你那时候其实你自己那时候也受伤了，对不对？那次真的吓死我了。我们不是被车从后面撞，是我们经过一个巷口，他从巷子里面直接出来，可是我们要上山的那条路，车子大排长龙，还好，而且所以我骑很慢，我就是活生生看你就这样子，就滚到对面，然后你就整个趴在那边，还好戴安全帽，而且那时候是冬天的时候，寒风天，我咪讲，让你骑到该飞飞冉冉哈，和善如走异豆啦哈，所以你趴在那边。我那时候眼睛只是一直盯着看看你在哪里，那我那时候其实我是被他撞了那摩托车，我是整个背都在摩托车上面，所以那时候也顾不得了，我就赶快冲到对车道，还好对车道没有车下来。我觉得自己这一段带你的过程，很辛苦，但是现在看到你也很乖。又很独立，阿妈很懂事，很懂事。用客语怎么说？很懂事哦，懂哎，俺唔晓讲呢。台北大长球哈，又掉发，我会忘记，讲不出来。妈妈真的很谢谢你今天带我来新埔玩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新埔有这么多有特色的地方。真的，今天很开心。新埔是我的家乡嘛，对不对？那虽然我也很少，我也是从小没有在这边长大，但是心里面就是有故乡的概念。就这种故乡这种东西，那是讲不出来那种很深的情感在这边。虽然我没有在这边住过，但是讲到新埔，我就会觉得有一份很深的，对他有很深的一个情感在那里头。所以有机会。我们要常出去走走有机会要常回来这边看看。我现在就是在想，我一定要更努力、认真的工作，带你去更多地方玩。好，带我去更多地方，真的是带我去哈。对啊，不然嘞，不要像去日本一样是我带你。今天真的很开心，让我们母女俩有一个这么难得的一个旅程，很棒。很棒，对嘉怡，因为我算是单亲，那时候她小的时候一个人带她，经济能力也不好，环境也很差，所以呢，其实是很辛苦的啦。因为那时候经济能力不好，所以我根本没有什么机会或是能力可以带她出去玩。然后看着她这样跟着我其实很心疼，也很愧疚。所以今天真的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带他来一个回乡之旅，我希望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替他创造一些很美好的回忆。
听甲因讲妈妈是我亲爱的妈妈，虽然若摕好手甲，心若是着甲阮吹，若有人需要。